来看苗栗有种果子的农民哦，伊个先煞帮人客订过年的年菜，佮先帮人客付20万，最后发现讲这是诈骗哦。这款诈骗的手法其实之前嘛捌出现过，所以警方是提醒业者千万都唔通佮防骗哦。 苗栗一对王姓果子农翁仔某，22号下晡来到台湾银行头份分行汇款，指明要帮3万国中老师代垫佛跳墙的费用，引起了行员甲员警的注意。3万国中的老师对，然后他说要我们帮他订那个佛跳墙。佛跳墙。果子农讲有一位名叫杨国强的老师，透过来通讯软体订40箱的水梨啊，同时要求代订年菜佛跳墙，而且代垫20万的费用，了后会做定立钱。打电话有佛跳墙的业者，叫对方讲要赶紧汇款，也无法度如期出货。警方马上打电话向校方确认，结果学校并无杨国强老师突破这场骗局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是3万国中吗？学校是不是有叫杨国强老师的？他说3万国中没有杨国强。果农为了赚40枪的水泥钱，把代订及代垫佛跳墙的作为视为服务客人的项目之一，当着老农的面拨打3万国中，电话确认该校并无杨国强老师，老农才恍然大悟，这是一场诈骗。 顶个月，花莲县也有餐厅业者拄到相同的手法，加在报警查证，发现是诈骗。警方提醒业者，若接到催婚的信息，拢要再三确认对方的身份。民众若是使用电子商务买年货年菜，也拢要细腻。货到付款不一定安全，善用第三方支付来结账才安心。朋友在脸书分享的购物讯息，务必向本人查证，使用合法交易平台，避免私下交易。 警方表示，民众会使透过合法平台交易，先用第三方支付结销。袂记若是无提供公司登记信息甲实体联络地址、电话者，千万唔通买，以免落入去诈骗的陷阱。记者苗栗台中报道。